大家啊，要出海啊呢，迄猪哦白买啊，咱这讨海人啊，出来行船静静啊，先甲这五王甲拜一下，出海掠鱼啊，拢袂放心嘛。你看，今仔有一只毋捌看过的船啊，无，咱划过甲看卖呀。我也是一个仙界小神，当头礼拜这仙界是无偌久，即马无啥物佚头，就是负责记录这天庭大细项代志啦。到年底咧，才去甲玉帝偷偷来报备啊。除了这顶悬的大头家啦，是无啥共款啊。其他的就甲我伫人间甲人讲古写册的工课拢差不多啦。哎呀，人咧讲的讲古仙就是我啦。在座的各位乡亲父老，小心有了哦！拍婆啊，拍婆啊！哎呀，感谢大家啦，遮尔啊热情着啦。今仔日透早咧，我雄雄就接到一个新任务啦。听讲伫台湾的下港已经有新民连续相拍几啊工啊啦。真假是天地硬碰碰，结果暗无讲啦。敢若念上高派太子爷讲，嘛真甲无分输赢咧。这顶悬哦，叫我来去看卖呀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啦？哎呦，土地公伯啊，哪会来啊啦？哎呦，土地公伯你哪会来啊？我知影啦，绝对是在人间哦，求到你遮来啊吼！即马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啦？嘿，是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即声害啊代志，哪会要甲这底下大条啦？歹势，我袂跟你讲啦。若无当机哦，这大概是听袂着这土地公伯是咧讲啥啦。哎呀，无要紧，我来替大家解释一下。这代志啊，就爱为明朝尾才开始讲起啊啦。这当时啊啦，这五虎千岁哦，还袂到南昆新这个所在啦。前一届出巡的时阵呢，这五虎千岁就想着空龙这块地是一个好货啦，想讲这尔啊好的一块风水宝地啦，若叫人抢伊哦，就伤过无彩啊啦。伊就决心，就想讲，就定一个当期来做个记号啦。后来咧，时间哦是过了真紧啊。有一回，这渔民出海掠鱼啊时阵，煞去拄着毋知影是安怎漂流在外的王船呐。这船顶咧放晒着李、狄、吴、朱、范这五虎千岁啦，因就决定要甲伊引转来起庙奉晒啦。哎呀，这时间是过了真紧嘞。后来一届风台天呐，这风雨是伤过大啦，应该来当目睭金金哦，看这庙是叫海应该加入去啦。哎呀，这个时阵呢，这五虎千岁雄雄就想着讲，哎呦，我当初时啊，敢若捌想到一块风水宝地，佮定一个铜钱，来做个记号咧，就决心咯，要去找这个宝地啦。后来咧，谁知影？这个五虎千岁，迄时阵想着，佮定一个铜钱的这个宝地咧，即马竟然是万圣爷爷，就是囡仔讲的讲喜地地啦！哎呀，这囡仔讲哦，在生之前咧，就是伫即搭咧放牛食草啦。有一摆咧落大雨，煞雄雄找无所在通好庇护啦。甲规身躯哦是拢湿漉漉啦，煞连一丛通好杂花树啊拢无啦。即马到底是要安怎的？这个时阵呢，这囡仔讲一月头煞影着有一块地，真奇怪哦！这块地嘛无介偌大，就差不多一人才看尔，煞拢完全拢无雨啦。这土骹哦是落到拢叫要淹水啊，无听到这声音偌大声呢。结果咧，这块地煞大哭哭啦。这囡仔讲哦，一踏着这块地，随感觉讲，无共哦，这块地是有灵气的啦。就安尼呢，这囡仔讲哦，逐工来遮饲牛的时阵，就伫即搭遮坐咧。后来佮定一个当尖，来做个记号啦。时间是真正过了是足紧的啦。这土地公伯啊，他拄就甲我讲啦，这双方哦要找伊做证人啊，就是要来看卖啊，到底是谁先甲这记号甲带入去的啦。结果咧。上下的来啊啦，谁知影这个铜针竟然会当一个坑，甲插入去啦！哎呦喂，迄外口单位讲拢无大家遮准的啦！这下害啊啦，双方哦是愈插愈大条，愈冤哦是愈严重啦！到尾后咧，竟然动手甲拍起来啦！哎呀，
这土地公伯啊，头拄佫甲我讲啦，这赤山岩的佛祖是看袂落去啊，要去请天上圣母甲保神大帝来甲调解啦。来啊，真正是，人讲人真正是哦，哎呀，生命有够紧的啦，哎呀，歹势，袂记你讲啦，小心有礼啊啦，嘿，是，哎呀，这佛祖就甲因苦劝啦，因想想的，继续若佫拍落去嘛，毋是办法。这佛祖开的条件，因想想听起来嘛袂歹呢。无好啦，甲这约束甲定落来啦。契约哦是安尼啦，第一呢，五王大囡仔公起小庙；第二，大庙来进香，小庙是必有敬啊。第三，有福同享，互这南昆生的香火是更较香、更较旺啦。哎呀，即摆看，你看卖呀啦，连神明拢叫因行一个啦。哎呀，真正是哦，我头拄看伊安尼拍甲安尼着，迄规个是风云变是个飞沙走石啦，连我才拢看会着。哎呀，我连我拢毋敢甲活过啦。即摆真正是哦，哎，即摆看起来哦，这世界嘛不比凡间平静啊。更较莫讲哦，这生命若拍起来哦，更加是惊天动地啦！哎呦，大姐，文昌帝君来向卡来啦！系啊，大姐。哎呦，文昌帝君，嘿，是，我了解啊，我知影啊，我物件我赶紧互你啦，嘿，好。这论文哦，我即礼拜交互你啦，嘿，我即礼拜交互你，嘿，是。这礼拜惨啊啦！这礼拜毋着明仔载啦，系啊，我无时间啊哈，着感谢大家小心心来去无闲啦哈，大家看甲欢喜哈，感谢。好，互伊一个热情的人捧个讲声。大王好日子，二王好流水，三王好地理，四王好谦虚，这五王是好义理啦。这昆神王的名声啊，是无神不知，无神不晓啊！大家啊，爱记你找时间去南昆生行看看哈，嘛会记你爱踅去后壁的万神堂参拜哈。感谢大家。哦，好高赞。